下面就是讲这个不以句而已矣。文法24为一以不以句，通达所权义，合则皆无为。那么我们这个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要这个依法，就是那么法里面呢，有些这个法呢，就是主要是这个依靠这个词句上的一些法，有些呢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一些法啊，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法，我们光是说是大悲心。大悲心的话呢，就是大悲心真正的这个意义呢，在我们内心当中就是愿众生而产生的一种心态。然后它的词句呢，就是在只有文字上啊，就是我们韩语里面的话大悲心，那么藏语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就是藏语的这种称呼，就是这是它的这个词句。但有些人呢，所谓的这个法是觉得是这个词句就是法。就听到这个词句之后呢，就是他对一直担着这个词句，真正的它的内容呢，就是根本不去摸，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就是所以我们呢，这个在三智僧面前就是听说了这么难得的这个佛法之后呢，自己也应该就是详详细细的去这个思维。那么思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意义呢，就是一定要进行思维，而它的这个词句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词句呢，不管是什么样。词句的这种这个搭配，就是好也好，或者是词句美也好，不美也好，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对解脱来讲啊，就是不是很这个关键的。我们如果是歌手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听一些歌的话呢，那看他唱的这个好不好听，就是这样来说。但我们现在是想获得解脱，获得解脱的话呢，应该是这个词句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所权的意义啊，对我们来讲，这个意义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意义就是没有这个这个宗旨的话呢，就是那这个词句的这个含义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要通达这个所权的意义。那么这个所权的这个意义，如果通达的话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表达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我用好听的一些语句也是可以的，用四川话来表达也可以的，江苏话来叭，就是这样也可以。开玩笑啊！昨天我听到几个宁波的人说的话特别的，我就害怕是不是他们吵架了？就是这旁边就是吃饭呢，就是就看见了他们哇！哎，不说，宁波的很多人听了以后不高兴。真的就是可能有些人听到这个四川话也是这样的。这个话不重要的，就是不管是宁波语也好，四川语也好，或者是藏语、汉语都不是很重要的。但关键是它的这个意义，就是能不能就是通达，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大悲心呢，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什么样的语言都可以的，但我们一定要就是懂到就是它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为鸟以语所，靡靡而知彼。夫亲细论句，如得相训机。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就是通达这个意义的话呢，那这个词句再好听也是没有这个用的。一般来讲，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首先是这个为了就是了达就是梦中这个法的这个意义，然后呢就是明明这个老人的话呢，就是也是对他进行取了名的啊。就我们以前也是在移民当中也是怎么样取名的，怎么样这个就进行那个解说的，就这些问题，那就是包括在《梁林宝尊论》的第5品当中都是已经这个讲过，就是人所方面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讲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任何一个法的话呢，就是都是为了通达它的真正的意义呢，就开始给它就是进行命名，然后呢就是进行就是分析，就是这样的。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来已经知道的话呢，那它的这个词句呢再怎么样好啊，再不好啊，就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词句好呢，就是它的内容好；词句不好，内容不好，没有这个说法。如果是外道的话呢，就是像僧人外道认为是那个物质的这个力量来，就是开始运用名称。如果物质的力量来运用名称的话呢，那物质的质量好一点的话，它的名称也好一点；物质的这个质量差一点的话呢，那这个名称也不好。就是这样的话呢，那漂亮的人呢，就是有好的名字，就是就是很难看的人呢，就是有不好的名字。但我们实践当中就是往往都是这个相反的，就是一般漂亮的人呢，就是有很难听的名字。然后呢，开玩笑也不一定啊。
所以这个名称跟这个人呢，就真的就是不一定是有这个无责不生的关系，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呢，他这里说是，如果我们就是任何方式来通达了它的意义的话呢，那这个词句的细论、词句的这种各种单着啊、说法啊，就是这些都是并不是很关心的。你该得到的已经就是得到了，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说先空双运，先空双运的话呢，通过任何一个语言呢，你已经就是完全懂到了它的意义的时候呢，那就已经这个可以了啊。就是我说这个大悲菩提心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表达，就是你已经懂到了大悲菩提心的含义的时候呢，就我说法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的。不仅是我们说法的目的，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是转佛法轮的目的呢，就是我们众生就是通达它的这个意义的，通达它的意义呢，就是只不过是暂时呢，就是依靠这个什么词句的这种细论而已的。那个时候呢，需不需要就是词句呢？就是词句一点都是不需要的。就像我们一个人呢，就是丢了这个大象，丢大象的时候呢，最后大象已经找到了，大象已经找到的话呢，他还要在这个千辛万苦在别的地方寻找他的交易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愚痴的一种行为。多此一举，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任何必要。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个任何一种方式来懂达了它的这个意义，就是这一点很重要的。般若经当中也是有的，就是般若经呢，就是一切这个佛法经典的这个根本。如果我们就是舍弃般若经，然后再寻找这个其他的这个佛陀的教典的话呢，那就根本找不到的。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树根就是丢失以后呢，就准备这个造树叶一样，那就是不现实的这个事情。因此。大家就是这个分别念呢，就是永无这个至尽的，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增加的，一定要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懂到它的这个就是内在的这个意义，就是这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单着此句犯妄念真无尽，由此背离也犯于徒劳因。如果我们一直就是一味的，就是单着这个词句啊，然后呢就是不断的就是增长这个妄念的话呢，那就完全的会这个离开就是原来的这个本意，就是所以实践当中的一些愚痴的人啊，就经常呢就是徒劳无益，就是一辈子当中呢就是寻找一些这个词句的这种要闻教子，整天呢就是为这个什么研究啊，就是进行研讨啊。我有时候看见一些这个现在学术界的一些人啊。就真的觉得是特别这个可怜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就是在奥义书里面有没有这个记载啊？印度历史上面有没有记载？藏传这个佛教当中，公元什么时候的事来到这个藏传就是历史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有多少个学者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观点？按照这个考古学的这个角度来怎么样这个承认的？唯物论的角度来怎么承认的？每天都是把这个细论呢，就是一直增加，最后自己也是在无里于内，就是不知方向，就是非常这个可怜。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通过这个，当然就是没有词句的话呢，就是所表达的内容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有了一个词句呢，就完全就是明白，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可以。为什么禅宗呢一般不理这个文字呢？其实也有这个深深的这种这个意义啊。就是以前那个就是无尽藏比丘啊，就是读这个莲花经，就是涅槃经吧，就是读涅槃经。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六祖就给他这个传输，就是六祖呢不认识，就是最后说是什么这个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就是诸佛菩萨呢，就是所宣说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深妙的道理的话呢，就是并不是用这个文字来这个表达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完全已经开悟了，就是六祖呢，就是他说我一一告诉你的话呢，就是可以加持你，就是马上开悟，而文字告诉你的话，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文字来表达。其实不离文字的这种说法呢，按照我们这个无上大圆满的，尤其是这个七宝藏当中啊，就是像那个俱胝宝藏论啊、法界宝藏论的话呢，对这个文字的细论呢，就是全知无垢光存在也是有着重的这个辩驳，就是说是现在实践的如意宝藏论当中也是关于在这方面的这个道理是非常多的，就是依靠这个宗派而增加分别念呢，依靠辩论而增加分别念呢，依靠什么就是这个各种这个文字和一些思学
来增加分辨量的这些道理呢，就讲的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学佛呢，就是真的大家还是应该懂到它的意义。现在世界上的人不是这样的看这个文笔好不好，就是措辞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搭配的词如何真的有时候读一个作文的话呢，就一直就是看他的在这个文字上就是找毛病，文字上这个赞叹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一点都是就是不靠近，就这种情况比较有的，因此比较多的。因此我们以后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懂得，就首先是这个不能依靠人，就是应该依靠法，而法当中呢有文字上和意义上的，一定要这个依靠意义。依靠意义的话呢，诸佛菩萨、高僧大德们所证悟的这个意义呢，非常深奥的就不是我们这个先空无别的这些更高的这个境界。光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什么无我无常就小乘行人和一切修持的这些道理的话呢，那你的内心当中呢，真正慢慢的去这个摸索摸念那个时候的话呢，对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受益非常的就真是一些无我的道理、无常的道理。如果我们这个贯穿到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的话呢，那很多的痛苦和烦恼呢，顿然就是会消失无余。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实践当中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增加这个分贝量，就是各种各样，就像这个小孩呢，就是对这个杀物一样的，就是一直没完没了的。那最后的话呢，就自己也是就是根本不知方向。就即使你在这个出家就是当了很多和尚最后天天的是增加分贝量，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下功夫的话呢，最后也是这个修不长的。为什么有些这个就是出家人就是现在这个还俗就是最后呢也是剩邪见呢？这就是我们在意义上面没有下功夫的。如果上师所讲的这些教义的话呢，每天都是在意义上好好的这个去这个就是去思维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肯定这个对你的相续是有所这个改变的就是所以现在世界的有些翻译的话呢，就是背离了就是真正的这个真实意义。为什么我们如果分别呢一直这样增加是没完没了的原因呢？是这样的：庸俗之以此，今当外物之，今此意志必名言，必要以。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将这个树拿来的话呢，就像前面讲移民的时候一样的。如果我们意义上没有这个下树的话，那光是从文字上来这个寻找它的答案那有很大的困难。所谓的这个树的话呢，那就是东方的树还是北方的树，南方的树还是西方的树，或者是东北的树还是西南的树。然后就是从方向上呢，就是有许多的。然后从时间上面的话呢，从这个未来还是过去现在。如果未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明年还是后年，就是这样一寻找呢，就是最时间上也是无边无际的。然后它的这个形象的话呢，那这个树是到底是檀香树还是沉香树、柏树、松树什么样的树？或者说是一个檀香树的话呢，就是它是白檀香、红檀香、绿檀香等，这样一算的话呢，那最后就是始终是得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结论就是永无自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名言来了解的话呢，名言的必要是什么呢？就是意义上下功夫。因此，明明老人就是明明这个古人的话呢，也是为什么世间的万物呢都有这个一些名称，但是名称的话呢，应该我们前面讲移民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中相和自相呢就是混为一体。到一定的时候呢，你只要对方了解就已经可以了，否则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事物的真正的本体呢，就是也是永远也是得不到的。因此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任何一个法，就是这个佛法的话呢，也是在有时候辩论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在词句上跑。词句上跑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结论根本得不到的。如果你的这个内容上呢，就是自己有一种这个感觉、感受感悟的话呢，那这个词句不管怎么样表达都可以。有时候我都发现，就是我们这里讲考班的时候呢，有些对这个内容完全都懂，但是这个词句上呢，让他表达的时候呢，就有时候表达的不是很清楚的，怎么，有时候表达的不是，但是看起来看表情就是内容完全懂了，就是有时候只有看表情就是但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有些嘴巴特别会说尖的，然后就用的
是吧？这不能这么说吧，就很尖锐的是吧？而且那个用的这个成语啊，就全部就讲得很好的，但好像在这个词句上一直画，就是词句上画，就是并不是在内容上真的就是通达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内容上还是要这个了解，自己有一种感觉，有种疏忽的话呢，我们背诵也是这样的。背诵的话呢，你如果内容已经懂了，然后这样的背诵呢，就是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呢，就是也不会容易忘掉的。如果你内容一点都是不懂啊，慢，就念观音心咒一样，就是你念得特别快，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就是忘的也是特别快，就是所以依靠内容还是非常重要。嘿嘿嘿，下面是这样的，数之十米也，于同是数者，但唯但具者，相之也难者。那么如果我们一旦呢，就是一直呢，单着这个词句的话呢，就是那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词句呢，就是只是表示这个内容的一种方法而已的啊，就是一种这个方法而已的。那么用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像是一个母亲啊，她带着这个她的可爱的这个孩子，然后呢，就是到山上去，就是给他这个指示这个月亮啊，就是好孩子啊，你看看就是弯弯的月亮啊，或者是圆圆的月亮啊，那个月色是如何的美啊，就是他一直这个母亲呢，就一直给这个孩子这样说，但是傻傻的这个孩童的话呢，只是看着这个母亲的树枝啊，就根本不看天空的话呢，那就是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个母亲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是我的这个树枝怎么样好看呢，不是这样的。但是孩童一直认为是啊，母亲的树枝很细啊，很白啊，很好看呐、他一直就是谈着这样，觉得是拇指是这个月亮的话，那就是合不合理？就是他月亮是弯弯的话，那哦，母亲的这个树枝是弯弯的，就是可能这个叫月亮啊，有没有这样？没有。那这是不合理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用那个词句来表示这个一些佛法的时候呢，你一直单着这个词句，门峰仁波切也说了，如果有些愚者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空性的话呢，就是认为是碗里面没有水一样，就是单空了；如果说是光明的话呢，就是明明亮亮的一个东西，就是然后先空双运的时候呢，好像黑白的孙子错在一起一样的。这样一直单着细论的话，那永远也是没办法就是通达就是大空性的这个教义。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如果就是在意义上呢，就是没有就是通达真正的意义的话呢，没有就是通达它的这个所表示的话呢，那有些语句是一直单着这个词句，最后呢，它需要概了之的，就是没有任何疑惑的这种道理呢，就是一点也是不能这个如实了之的。所以呢，我们量理报证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如是以什么以数之来就是指示那个指示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愚则呢，就是就误认为是这个虚空啊，就是有些人这个数之来看那个虚空指虚空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些人就是愚者的话呢，看着这个数字认为是虚空就是他的数字，就是那这是这个就非常愚痴的一种这个行为。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用一些词句来悬索的时候呢，大家在这个修行上啊，一定要这个注意。所以门峰仁波切呢，在这里面所讲的这种思义法呢，大家好好的这个思维。当然我时间关系啊，我也今天没有时间看。就没有这个说到真实的这个内容。其实这个呢，应该就是很多人就是值得这个发挥啊，就是一定要自己这个思维。就是我们现在毕竟是这个有点修学者啊，就是在修学的路途当中的话呢，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这种迷茫，就是这些迷茫呢，就是通过文字而这个前走。